大家好，時炒飯，我係 Jackie。喺9月25號，美國國防部長赫卡塞斯呢就好罕見咁向全球各地幾百名美國高級嘅軍官發佈緊急嘅召集令，並且喺下個禮拜喺弗吉尼亞州嘅康蒂科海軍基地呢會面。有消息人士講呢，而家仲未清楚赫卡塞斯點解咁急咁下達呢個召集令。亦都唔清楚屆時會有幾多個軍官出席呢個會議。今次赫卡塞斯下到呢個咁緊急嘅軍令呢，係召集全球各地美軍准將以上嘅軍官。預計人數呢超過係1000人嘅，佢哋要即刻放低全部手上做緊嘅嘢，就會飛返去弗吉尼亞州嘅海軍基地開會。呢種做法呢係史無前例嘅。就算喺美蘇冷戰嗰時呢，五角大樓亦都冇召集咁多個軍官去面對面開會嘅。今次咁勞師動眾，究竟係為咗咩呢？我今集咧向大家分析一下。首先，而家視頻科技咁發達，美軍平時機密嘅會議咧都係通過加密線路嘅。呢種做法咧既安全啦，又節省時間啦。但係今次偏偏咧要咁多人飛翻去。咁外面嘅人睇到咧就覺得好有古怪。雖然特朗普同埋曼斯咧都輕描淡寫咁講，呢啲都好平常嘅啫。但係佢哋越係咁講，就越令人覺得呢件事咧唔係咁簡單嘅。我諗到嘅問題咧就係邊個放呢啲消息出嚟嘅？因為呢種消息咧係屬於軍隊重要嘅部署，按道理嚟講咧應該係要隱蔽嘅。而呢個消息咧係喺中國國內唔少嘅媒體咧都報道咗出嚟。咁呢啲比較機密嘅消息，憑乜嘢要俾中國人知道呢？原來呢個消息嘅來源咧係嚟自呢個華盛頓郵報嘅。咁大家都知道，應該華盛頓郵報咧就係特朗普嘅死對頭嚟嘅，成日嚴厲批評特朗普嘅政策。譬如喺最近一次2025年9月喺聯合國大會，特朗普演講嗰時咧就話風電咧係嗰啲破銅爛鐵。咁華盛頓郵報咧直接批評佢，就話佢係非理性，而且係令人尷尬嘅言論，並且指出佢嘅言論咧係存在咗嚴重嘅誤導。咁原來呢個咧就係華盛頓郵報嘅獨家消息嚟嘅。佢哋又報道話，赫卡塞斯喺冇俾出明確嘅原因情況之下，咁就突然叫美軍駐紮喺全世界各地嘅幾百名准將同埋以上級別嘅高級將領發咗一個通知，就要求佢哋去弗吉尼亞州嘅海軍陸戰隊嘅基地開會。華盛頓郵報咧仲認為赫卡塞斯呢個舉動咧極不尋常，並且話反對赫卡塞斯嘅人擔心佢呢個舉動背後咧有可能牽涉到黨派政治嘅因素。國防部甘願冒住局勢變化嘅風險，咁即係講明咧呢場會比前線咧更加重要。咁所以我偏向相信華盛頓郵報呢個獨家爆料比較有可能性。就係美國內部權力鬥爭咧，已經係擺咗上台噶啦。我相信係有人故意將呢個消息咧爆出嚟，係去對呢個特朗普施壓嘅。咁當然啦，呢個消息係有人咧故意放料俾中國國內嘅媒體聽，咁所以中國國內嘅媒體咧先係報道出嚟嘅啫。目前外界嘅分析人士咧普遍有3種嘅推測。第一就係戰略嘅大轉移。赫卡塞斯上咗台之後咧，一直係強調美國優先嘅，即係跟翻特朗普嘅政策啦，就主張收縮海外嘅兵力，聚焦翻本土嘅防禦，尤其是係美墨邊境啦，同埋拉美國家後院。呢次大會咧，好可能就係要統一全軍嘅思想，從呢個全球佈局轉向呢個本土守城。就算今後歐洲啊、中東局勢再亂咧，美軍亦都唔敢輕易咁插入去。因為而家美軍嘅軍費咧實在太大。第二點嘅分析咧就係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想將權力大幅咁整頓。美軍而家有11個大作戰嘅司令部，譬如印太司令部啦、歐洲司令部等啦，各自咧都係擁兵自重嘅，就好似中國春秋戰國時候咁樣嗰啲諸侯割據。而且赫卡塞斯最近都放咗風聲出嚟，就話要精簡架構。可能會將歐洲同埋非洲司令部咧合併，亦都要將南北司令部咧整合。表面上咧就係話提高效率啦，實際上咧就係削藩，即係收翻啲兵權啊。第三點嘅推測就係
嗱，呢種做法呢，我懷疑係特朗普開始知道有啲司令部嘅將軍可能反對特朗普嘅政策，或者係對特朗普削減軍中嘅冗員呢係有微言。嗱，因為喺最近嗰幾個月呢，5角大樓都準備搞個軍中大肅清，搞到啲美軍高層呢有得震冇得瞓。嗱，譬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海軍作戰部長弗朗海蒂等多名大佬呢就被撤職。咁今年5月，赫格塞斯下令將4星嘅軍官人數削減20%。嗱，佢仲話要裁減100個將軍嘅職位。嗱，咁所以今次咧將全球嘅將領咧召翻嚟，好可能咧就係一場現代嘅鴻門宴，要當面對佢哋立威，聽話咧就留喺度，唔聽話嘅咧就走人。嗱，我之前嗰集已經講過啦，國防部而家轉為呢個戰爭部噶啦嘛，咁所以戰爭部首要做嘅嘢咧就係要將兵權控制翻喺中央嗰度，因為如果特朗普冇兵權嘅話咧，講乜都係冇用，乜都係做唔到嘅。而喺美軍內部，應該係有一大批人咧，根本上就唔服從特朗普嘅。咁所以邊個去指揮槍桿子嘅問題，喺美國內部咧仲未解決到嘅。咁所以赫格塞斯今次咧就召集晒嗰啲高級軍官，即係基本都係司令嚟噶啦，就翻嚟美國喺面對面開會嗰時，先能夠製造出一種絕對嚴肅嘅壓迫感。就睇下啲軍官有啲咩反對嘅聲音，如果知道邊個有意見嘅話咧，就踢佢走，即係基本上要佢絕對服從特朗普嘅命令同埋政策。嗱，對於特朗普政府嚟講咧，今次係一定要整肅內部，集中翻個權力喺特朗普手入邊，比應對任何外部嘅挑戰咧，都係要更緊迫嘅。因為而家5角大樓嘅帳目咧，去到而家都係一筆糊塗帳。嗱，初頭馬斯克嗰個政府效率部本來想查數嘅，嗱嗰時係遭到唔少嘅阻力嘅，但係佢俾阿特朗普已經踢咗出去啦。而家特朗普要控制翻嗰啲軍費，就肯定會對某一啲嘅軍官嘅利益就會有影響噶啦，即係可能喐到佢嘅蛋糕。但係特朗普如果唔能夠將兵權同埋金融權咧掌握喺手入邊，咁佢想推行其他政策嗰陣時咧，就好難真正咁落實噶啦。嗱，好似佢想美聯儲想大幅咁減息，但係美聯儲理事會入邊只係得個米蘭係佢嘅自己人，根本上係唔夠牙力。咁特朗普想大幅減息嘅願望咪落空咯。嗱，喺槍桿子亦都係啫嘛。如果佢唔能夠牢牢咁掌握呢個兵權，咁戰爭部基本上就係廢嘅。嗱，但係而家嘅阻力咧，亦都係反彈緊嘅。唔少軍方嘅將領同埋文職系統咧，仍然都喺度觀望，準備抵制特朗普對5角大樓嘅掌控。但係特朗普又點會認輸啊？所以呢場將軍大會絕對唔係一次會議，係特朗普政府同軍方內部嘅深層權力鬥爭。嗱，呢啲內部鬥爭咧，通常係比外部嘅博弈咧係激烈得多嘅，亦都係加速美國內耗嘅情況。好，今集講到呢度，希望大家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你哋嘅留言咧，我會睇同埋回覆嘅。多謝收聽，拜拜。